英语敢是世界通用语？社会大众普遍掠准英语是世界通用的语言，嘛想讲英语上有路用，是上重要的语言。不过，代志敢真正是安尼？真侪为台湾去德国读册的留学生，因抢在爱去德国读所在，甲参加德国国际商展的台商做德语翻译的工课，来赚生活所费。若是讲英语是世界通用语，台商哪有需要请人来做德语翻译？千万毋通掠准，亲像英国的 BBC、美国的 CNN、HBO 一寡下国的大型传播媒体，节目拢是英语。事实上，因伫真侪所在，拢使用当地语言的节目在放送，因为遮的生理人真巧，因知影要发挥影响力，要趁人的钱，台生就爱甲当地文化样做伙，自然爱讲当地的语言。英语即马有才调通成做一种世界通用语，是经过英国伫真侪所在殖民的历史，甲资本主义的混大，以及世界大战了后美国的大拍卖，英语才寥寥啊成做地球上上侪所在的人会晓讲的语言。毋过，会讲英语的人，大部分都毋是英语的母语人，所以英语结果是因的第二也是第三语言。同世界来看，袂晓英语的人也是占大多数。英语了外，亲像罗西亚语、阿拉伯语、西班牙语，伫最近20-30年，嘛有愈来愈侪人爱讲、在学。这拢是下国的通用语，因兴旺的程度是袂比英语较输。论真，英语有一定的重要性，总是毋是绝对强势的世界通用语。台湾社会在来的语言有真侪款，伫历史呢，共款拢去互殖民政府再来台湾的强势语言甲糟蹋吞踏。伫日本时代，因险险互日语引转去，战后中华殖民者再来的华语继续甲因捆住。即马中华民国的行政院长赖清德竟然佫讲要甲英语列去做官方语言，互台湾才做一个华语甲英语并齐做社会通用语的双语国家。除去互英国殖民过的所在，罕得有国家放弃本地语言，煞甲英语当作官方语言。台湾毋捌互英国殖民过，是安怎要举英语这个价？敢讲咱的母语互华语算长了无够开，要阁摕英语来斗？英语伊甲华语也是其他的语言相像。对台湾人来讲，拢是外语，是咱甲国际直接的工具拿定。伫台湾的政府真正爱去拍拼的，是复兴台湾社会本地语言多样、文化澎湃的模样。这就是讲台语、客语、原住民各族语，咱行伫街路呢，拢爱听会到因的声音，因拢爱有平权的机会。来展现无共语言伫科学、艺术、戏剧、舞蹈、歌谣等等方面的文化创作。咱大先爱甲家己的母语学好好，煞接才甲英语甚至其他外国语学来成做咱的第二也是第三语言，安尼就真水气。甲英语摕来做官方语言。互国家的资源甲制度来建议，煞去杀本地在来的语言，搁再引起做落崩死，安尼就真了然。